现在蔡姑娘领子方清一路出来，不追前门，倘是追前门，用人看见大事先生不好，后花又出来，前巧后花又门开了海，两高头过风火山墙，追的响啪打上大架，就说正了该个辰光门前不得了，导致吩咐古有刚当做啥？要这个七伤人后头人，不晓得七伤人后头人随上到门前踢了踢，个大事先生。哎呀，大家都识，那么那日蔡姑娘领子姑要走小路，对绕出职，出不门神。一路过来到居松亭，那么呢，替姑娘讲一声，说的姑娘，老太太居松亭血量5分凶星，就是该打。现在啪，望过去一看不得了。我居松亭一条18家是陈御史老大人落入好事，水桥铺路铺了，两旁边石木抽屉落英盖地，树林当中隐隐叫看得见黄墙头，老有手过来像是个声音，已经到佛门所在着。林子方清一路过来上寺拜脚，说到姑娘，老太太要断用神西路，就是该定脚。方清看见让神西路上户们，心里想蛮受，有点眼泪汪汪。我寺拜脚一片土上，周人才是太太奶奶脚趾顶了那个地方，一看哦不得了，行王讲对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几个是对眼落睛，只用这个欧门拉出这往东关。方清心就是说啪过来要想帮门，蔡姑娘说的没办法应该，该找欧堂精神不够，本来不是欧堂是你老爷个别墅，7八个里向出神住了别墅里向，后来发出来在年纪都在该做高傲，来过来跟你过来到这门跟随，方清也要相帮，说的那办法应该我来。有个洞秋洞秋浪向有一根灯，通到上上火，通到里向老佛部设所的厨房间，一拉头浪向一只铃，一响佛部会出来开门，那么蔡姑娘要进过来了，哈啦啦哈啦啦，灯动铃响，佛部喜鹊了手执风笼，哦，佛部真名口。这么佛是两个死狗，现在铃声响，佛主是落狗，骑到外头看个清楚。这来，哎呀，到此地根本跟随。我是啥人啊，落狗啊？老佛未必是侬呀，那么理想是我啊？咦，那他不挺开心？老佛。我并非帮人，乃是蔡平呀！哎呀呀，蔡明妹子来着，给你快点进来呀！你们都没开，怎样叫我进来？哎呀，我想混他在，什么是想混他在？因为蔡姑娘每次来，总要把个2两银子，把个发布，该抢一个东个分来了，分金章铜地，想了银子了，门外分开，就是海里进来着。过来啪，门锁起他。拉开不说，蔡明妹子进来嘛？哎，是怕走到里向。方清要进我大包一了，要想跟进来。哦，法部看得蛮清爽。蔡姑娘背后头跟个小道子，不做好你的，只怪了，妹妹接口。那个逼头，姑妈，王总，跟了蔡明妹子背后，一定不做好你的，等滚出去呀呢！哎呦，个来不起在，三门来马一拍。看上去我们这里讲的刚不清爽，对彩屏妈妈引入彩屏啊，你等我说说吧。少年还在身上种拾枪当背的了，倘使呢今朝大包括不来，老佛部呀，不举到石板桥来进来，那自家发哈。老佛，这位并非帮人，乃是我家故意呀！故呀！哦哟，你老心法子，倒是做子姑要是和尚要做女婿夸子，那么买好倒是姑要李相亲啊！哎呦，这种称呼难听得来，叫倒是姑要屋里，大门一了，打进屋门，把这门打上所有手，
哪里都两家头领得处的寿堂里向，出家人家寿堂，你俗家人就是家客厅里向，清理都做好，那么发布到花园里向，此地个当家有的分在来了叫呼。哦呀，当家是他，我是来自东人客在。老夫哪一个啊？不是别人大士先生，去说个大士先生到水果上说大人客个，到底呢？自家都彩文妹子领得来个，说到家里姑呀，我为是里向封他个儿子个，当家做你的到作新个，事务一放，手卡一卡。达到寿堂里向一口吧，彩饼为个小大事过来。哎呀呀，我大如来，原来是彩饼之饼你分心了。哟，大家不该想到彩饼一语一律。哎呀，彩饼妹子刚才得知，是啊，我们方才得知啊，大家太这一位乃是我家姑爷呀。叫姑爷叫不出，大是先生打过来。我大叔说，原来是方家公子，并你分心了。哟，不该，当家太，方子文谁知佛一了。不该。哎呀，公子请坐吧。当家太请坐。是，并你感受。请问公子想在哪里？想在京东。京中是繁华之地，好地方，何日到此啊？谁得到此？你怎样晓得老太太在相爱之中啊？方才听得水清人家道的，说到乔某在报哀之中，引得当家太十分招福，待方子们水定当送信。哟，不该应得是罪呀！请问当家太，想在何处落发？啥辰光落发？西山上雨花爱中落发，蒙神于是老大人开得起呀，叫我到此地指的呀。请问当家太，发了几红了？搿句哪样拍的呀？叫发了，对个。问和尚四过年纪，不问年纪，问发了，问生日，问杀了，才是腊日白。像平年今年50岁，与李旁边老太太同年同月同日，似乎是人不同啊。巧了。可要在平年引领进去相见方太夫人。与老当家太。彩萍说的发，你反正与我来领。当家，你晓得苏州出名噶，两位苏面是出绝色，你去说苏面去吧，送吧。晓得在，搿么我去。那么该个辰光，当家回出去嘛，姑爷，你随我来呀。是。蔡姑娘赶到熟门熟路，林子方清啪，金花园，公河如绿嘛，一片竹林。老太太了啥那话，在竹林当中三间平屋，叫白云县。自从菩萨穿帮下来，老太不肯进城。陈御史老大人大支轿子来这里，你也不肯。你讲侬要等到儿子来，所以大支儿子到府上，搭姑娘磕头拜财。儿子不来，我要老死挨门。于是老大人没办法，那么只好回转去。到当刚刚寻个清静点的场合，当刚说到有呀，竹林当中三间顶顶清静。老太年纪大人，平屋最再好在500，好个谁知等来。就说现在辰光，3间当中一间客堂间，下水一间客房，上水一间老太自家困的。现在就是一个字没人。平常还有人来服侍老太太，办办理得里刚刚说说，嘎嘎义气。啥人？彩萍一个东个分来着，还有大马步个奴。大马步啥人呢？就是强盗曲路桥阿叫大马步个奴叫月姑娘。还有发部新部，再有光老头儿子他，四高头人绿落白背部方太太。开头老太日子下来当蛮好，经常蛮好，好吃碗煲饭，蘑菇汤三只鸡，还好吃个碗。为啥？听见儿子分析有消息，到后来儿子消息这一户，老太那么胃口倒下来着。开头吃一碗，到后来吃个半碗煲，到下来是吃个一锅的。到后来吃饭，不是讲一口口下着，
讲一连了15个字，吃个8包的米手，到后来不90粒、50-60粒、30-40粒、20-30粒、90粒、90粒、60粒、30粒、2-3粒、半粒，活龙口一讲，咕噜噜，踢脱60-70粒，实际上拉手里。老太现在算是算得来，头发些吧。一个人算得哪程度呢？三个豆腐尾巴了，足个衣浪向，独看见骨头，不见肉，老态龙钟，眼睛模模糊糊大清爽。平常一直做梦，梦头里向不样事体，总归碰到自家儿子。想不到现在了，两样子，日清日白。只有现在讲起来，一刻钟不人搭里讲闲话。你受不得似醒非醒，似困非困，夜夜做梦。老太作孽，现在一个字啊！老太想想自家18年前何等荣耀。老太方太太的娘，云阳公主，娘舅外国国王金美玲郎。嫁个男人离谱天过，自家阿公当然在想，儿子四岁神童，12岁进学，何等荣耀！18年后，到今朝了欧堂里向吃盖饭，哪想得到？叫李军果然心如此，实之是已不爱。老身杨氏18年前何等荣华，18年后弄到这般地步。哎呀儿啊，看来我这几根老骨头要伸张一下。老太眼里非要想流的是啊。想我老年生要做异乡闻，几根拉骨头难以张狗相生。后谁非死？一年光景情如生。煞非生女谁轻易？老师爱们哪个分？煞非王本上问候，定儿手彩屏分人。10几里虽是清香小白驹，到未来一等勾引来不完婚。现在有种悄悄天
我把那你今生出人了年数生，夜里向两个光浪头做腰功课，那么我一直当自家儿子辣浪读书啊。想我是反比死而且比苦，梦文中我是在太平村，我此一如昔日饮。反比死而且比苦，我欲守离人这梦已醒，可问那么经济强迫我这头有梦，记性何必说梦灵，滴滴答答个很梦神，故将梦来动人心。但有今宵再是幻两梦，梦中儿上不我梦中情，岂非是梦神儿心哎，时吃了该个辰光，但是光那的女士她都知道搭袋里向，那太太请用说啊。流下来。哎呦，来太太，你那出眼里玩，你那哭玩。莫有地哭。啥叫说风哭家，眼里那浪眼塘里玩。我晓得该，你辣海千金都大山要在阿呆。哎，来太太，你放心哈子呀，山头大山呀，中途旁的强盗嘛，不严谨的呀，菩萨伴侣嘛，逢凶化吉，这个来太太，你放心啊。二太，我看我与我那儿永远不会相见了。来太太，你别讲搿种伤心闲话呢，为个旁头的呀，谁也旁头的呀。说的你是他，我说为谁经得起一日。你是他对来太太妈妈，那个梦上受得多在，凡是夜里做梦，日里还也做梦的呀。那么啥个，得里想想梦了，搞搞你个义气吧。来太太，再可能一说你夜里向三更天做了个梦啊子。那么来太太，你得说说看，梦头里啥个事体，刚指出来，我四个的呢，想家。想看大哈姆说，说的你是他。平常搿只梦头里向碰对自家儿子，就说昨日个梦，不是自家儿子。看见有个人手里向脑子里，改变一把刀，几杆辣浪切到耳巴样，看见个活，不知哪个一下，为得心里呀。哦，是个一个梦啊！看上去不吉利呀。你让四个来想想看哦。哎呀，你是好像搿个梦得难想看，一只生理拆开来嘛叫分离嘛，看上去连个儿子不来讲的，擦脱他一搭嘛，杀脱个贼。不能这样说，这样一说送天的来命。那么喊来喊去，你是他为讲不过，这个两张主人皮个飞来飞去在子里，哈，啥飞里走来。哎呦，来太太，这个昨日夜里做啥个梦啊？哎呦，四哥想出来在，这个梦喊个呀。那么四哥也恭喜你来太太，好喜你来太太在。这个梦倒是好个，真记得。这个呢，梦头里向看见只山里，那么一个人脑部带了浪切下去，那么切带一步看见活。来太太，你也晓得活个里向啥么子？活个里向嘛。我个里向么子呀？嘿，搿里有名堂，叫分离依据啊，这么见子，来太太喊了呀，口上听到儿子谁也来夸赞，恭喜你来太太，恭喜你来太太。哎呀，你不是想梦上出事哇？哦，只讲来的，
这我看来不会相见了。各位家了，太今朝呢起来只分吃个么子了哇？啥个娘四个在里向都是有西子这个生米那口呐喊。多谢了。那么你不能再哭着，我谁来讲？娘你是他去斗争生米。你是他后门出去，放青派花药里进来着，不离说上。两高头到此地上床跟随嘛，故意呀。里边就是老太太了。对，我相见起来，好，待三边进去通禀一声。哎，相思继母子，何用拘礼？我倒对个，娘的儿子不必嫌你用不着通禀。说到姑娘，李相不是老太太一个字样，还有两个年纪轻的女子。你现在身浪向头是打扮，看见娘老得这个样子，你哭进去扑进去，这样哭法别人好个样，当你让发火气，一定要通禀一声。我也对个，李相不是娘一个字，谁让他闯进去啊？许多不便，既有如此，费劳蔡明记通禀一声，你要说去说来呀。是晓得了，蔡姑娘怕，推开半双上窗。人到里向上窗大上，不被你看见。上来一看，哎呀，天老太太一个洞的分棒头啊，老得多在，皮包骨头，身上有点收着。这一对姑娘来迎快来，再不来，老太个条命要离脱着，要紧上来。啊，老太太，小婢彩屏见老太太看清金爱伯。老太眼睛不是盯清爽，耳朵还可以。一听彩屏声音，哎呀，彩屏啊，你好居士间为人道德爱中，我本子要命，老夫今日来探望你了。哟，老太太不该当，老太太啊，小婢也恭喜老太太后喜太夫人。啊，老太尊你对，我身上不喜事，要么只有丧事。什么喜呀，老太太啊，向我们家户内翻过一趟来了呀！啊，你的真假？我家户内翻过一趟来了呀！啊，小日他来了，儿啊，儿啊，儿啊！杨氏啊，杨氏，你又在哪里？做梦了？你有了让做梦着，你一清一白到儿子不为旁的，是做梦呀？为什么你看呀？非要说儿子离得居然让彩屏人不来这样，是做个梦啊？那么到底还是梦呀？蛮清爽不是梦呀？那么你还会得彩屏不看见吗？因为老太动作慢，年纪大人。刚刚烤好眼里水煮锅躺下来嘛，蔡姑娘嗖了立起来到上床跟随着。这你对你不相信，姑娘了海里进来定清爽吧，上床开始。姑爷，老太太在里睡，你快进来相见吧。傻气话！刚从方清见娘心切，恨不得嗓子几个飞到里向。现在彩屏上场开始，关家进去得十个人，眼上目举动然不为动。想想自家前3年，替娘分手当口，辣浪湖南坟堂里向，今朝替娘绑头，辣浪襄阳庵堂里，啊有错，昔日坟堂为梦寐，今朝佛地真是用母亲娘了，孩儿君吧，来了。
觉着两只脚毛头撕了那个几段，一按啊，不，双膝跪下，谁因肩部上前起两条水，十步扑上来，白老子娘的脚毛头夺上推了夺上娘，呀母亲娘了！方太太开头当自家做梦啊！现在上场开着，白光当中像是鱼头影子，望准自家门前过来，扑到地上，两只手望准自家膝毛头上一搭，夺上推了娘，听见了喊娘啊娘啊！眼睛不清爽，耳朵还可以呀！哎呀，我儿子个声音哇！儿子，你上来着？我不是做梦啊！想不到的那儿子微微胖头啊！嘿，儿子分来的辰光，老太太11人要牵见儿子，现在看见儿子落结身背，悲从中来，老泪纵横，眼里非想流的是。太太继而收获吧，七分火比做饭分山，泪以后头内仔细，用对水的手啊水来覆面满黑背人来呼儿来，眼睛变出两个字儿啊娘了，毕竟你3年往后吃去，下里是天涯海角尽满满，休不想娘在故乡里儿在外，我好比风中竹，插上霜，山风瞌睡呀，责备吧。汤雨不出水之乡，因此我心儿出门想。那个小奴母亲对呀，离开我娘2、3年，我一个子身体有啥伤病肉痛，哪弄法？所以趁我娘最多的辰光，我要出来寻来。寻着之内得来等了一道，竟又洗呀洗了一道，伤得天各一方。儿啊！小回娘是3月离家乡，千里走风霜，6月到襄阳，一个小银啊，老公这家送定女儿的风凉，听得两两岁岁打桌上，说风的起我儿郎，是你女的都中性命。今生中来再见，婴儿已经找到襄阳，有的爱中来接儿的娘。
值得对些拍马来可以上本是方清听见两个两句说，心里大非常难过，难过的好于一笔，好比不得。让自家心浪想，我心高转来这样痛，太娘面孔看看，哎呀，倘若路浪向碰上我不认得着，那么来看娘，娘谁是谁的嘞？这两个对方细细棒，跟人事相仿，两只眼睛耳朵里向一点点不爱人。谁就是当我今娘分手的辰光，谁没谁，钱没钱了，那么了精神美好。现在你得看看看，分开搭团3年，千几等我一个人委脱个着。方清看见个种情形，心里哪非难过，所以放声大哭。哦呀，母亲，娘儿啊！背着背事情，面目尽非心。
子不是呀？哎，我答对个。儿子吃点苦头，儿子啊，一半吃了我娘身了。那倒是一半吃了我娘身了。前主子等我关照儿子到襄阳姑娘的家了，儿子不肯来呀。你讲娘个不去，我问你为啥不去？你讲姑娘要失礼个，我讲不完个。儿子讲不完，为啥你十几年不来看看你，晓得你穷得这个样子？那么我再反问一句，我是来十几年安去看看姑娘，我问起你为啥不去？我不懂的，你长不听为娘之言，随时不孝。你经过去，姑娘不会失礼。为啥我有这样多波啊？因为草稿下来，我相思角落头费了数十银子，加上你买多，姑娘到襄阳来的辰光了，我高不里站在殿堂里向。将来我儿子得法，隔壁作为家长不来姑娘。万一儿子名落深山，我害儿子等得来门来弄。那么老太太为啥不讲清爽有比同地呢？想得太周到着，非要想侬年纪轻，对子姑娘讲头把你斗。我不是来交通的来，我来讨同的来个。别人长辈要落不落，不晓得来太好着。姑娘防卫根本美尽天良，一股劲吞，哪晓得？得里讲一讲，搿么还是要去他不想着。娘呢，儿子也晓得，说他儿子，如此阴谋决定这样，与加入2万多两文银在你姑娘跟前，想不到姑娘防卫根本重复几遍，实在太绝不该呀！哦，哎，方清听啥么子啊？原来娘与你们两人子成了姑娘的，可我娘啊！谁就知道我到襄阳来的辰光，你都讲一声。根本我到襄阳不是问那姑娘交通的，我问那太动的。你就说不是你，不过飞出来这一想，姑娘讲你可恶，我不晓得，你没亲上了海呀。当时见你三岁不敌我，我也要见难行。你非但不把我为了弄我失礼，弄我狗吃香门。害得你娘儿子分开这样3年，吃这样辛苦的，谁吃了那姑娘手里向？母亲，孩儿在此想呀，想什么？那不是姑娘放不说。通情达理，不能多讲人。王姑娘不好，徐二姑娘不好，彩屏神家里下头，你不要想讲。
那么你来呀，再到九重亭派青山，再送珍珠塔，你都侪忘记脱的，你都晓得这计决断，不计谋断的。儿啊，事过境迁，谁是谁非，还是不要体谅。本是起来，多谢母亲，一旁受孩儿了。告辞。口里说定，光老对你是他革命，他说进来，山高头卡过面，老他追你的3年的儿子分帮头，让我看看儿子还是瘦的，还是壮的，对不住来当作亲人对儿子一口。一个大事先生，可知不一天白了个大事先生，菜饼也不能非乱不香。非要死吃个小大子么缺他个娘，晓得我缺他儿子凉脆脆，这个不来三个。再对里仔细一看嘛，是自家儿子，面高子朗，壮子低着，白子低着。哎呀，那孙老会得头是当班个？哎呀，头是走到旁门一出家，出家护家，出家护族，那个小都唔清对呀。你不想想，你到两娘讲临入死个辰光，哪行讲过啊？关照我，哪怕再难苦啊，你要努力偷读啊！将来好好教娘里读书，将来遇到一呼百折，替我报仇雪恨，你不能忘记个。所以我16年来，一顿粥一顿饭，放下脚步，拿来偷读。你稍微得这个样子，我老那个人遗嘱搞得清清爽爽啊！方太太真好。老奴人死脱18年，遗嘱记得清清爽爽，夫妻之间感情深厚。你不像现在有只小姑娘搞人是讲同体的呀，人家教授大款，认得1个礼拜马上结婚，结婚下来男人半个号头车无死脱，来进门上里口。王先生，你这个男的心上，哎呀，男的心上但忘记在，咋个？让我到龙华国花子上去口吧，到国花子上去口子，不感情的呀。现在老太追你对那个小奴的还不咋不亲对呢？儿啊！真是而今大家转说。哎呀，娘了动气在，当初我真的吃自家做子大事在。娘啊，想不想孩儿如今做了官了？说不上，你做子官长，这个样儿想什么做官啊？哎，这个样子的是不想做官，大惊大悟，啥个？大惊偷偷哈了一头，母亲，孩儿这个样儿可想做官？不这样子，一个对发头，一根齐发走，但是到成就但是变成毛三头子了孩子，我乃看得来对起来。本是重新大汉，我身浪大把哈了笑来，母亲，这个样儿可想做官？那是刚毅不等样子。但是别名叫国妈，脱件头发，再过国妈跌脱2只犄角，踢了踢，踢了踢，出气本是重新扎汉，那么讲，娘不相信我做官，本命们那闲话用不了多，黄金方人摸出来，娘看见子马上相信。现在挖不出，至少没别在流浪向，干嘛能这样生意？我不能讲子娘动气个呀。所以不走来对彩萍忙忙嘛，彩萍啊，只好巴托难在。搿倒应该给让老太太喝早点开心。俺老太太许4音半，只等这样，而今各位李中山牛饭出身进来。老太太啊，你儿今是家风一品太夫人呀。哦，当真的，狗肉。哎呀，彩萍啊，上一道姑不离银不离姑，这王金星拿来对我一看。啊，老太太，王金星被小婢放弃的小鸡规律呀！哦，原来如此。老太相信彩萍里信得过个，想不到你子这样脏气，天助神佑，天娘吐气。老太该个辰光实际一个速度计从头上咕噜头吐出来嘛，我一口新鲜空气。双手合十，才是菩萨保佑，阿弥陀佛。方清一看嘛，娘面孔上有一丝笑意。哎，别个我得问问娘口了，你不容易干，从河南太平庄赶到襄阳来，不知哪行来法国，一路上不知哪行话门口。母亲，儿啊，想着3年之中，哪一个人招呼的娘亲对孩儿报恩于他？哪一个欺负的娘亲对孩儿报
受于他。好在徐仁飞刚才讲了，干嘛也要讲到姑娘身上呀？刚过这样，儿啊，是叔叔与人一个都没有，恩人到神都。你现在儿子得法做主过着，我恩也讲不来听，你可以报恩。他是你今朝真正别家做大事，你不能报恩，报啥个啊？要不顶多做道上免费请客，也没个地花头呀。说到儿子啊，你前年是得举我重阳出气荣光，看文堂个老佣人追击中，天子里个老高兴，你个儿子乖宝对我好得不得了。看见我面5不着，咕噜噜推子点着，菜5不着，祠堂门前来里向放好了孩子。后来我实在千金呢，到来年3个初8，我祭扫坟墓，马上就走。乖宝送我家，送到沙上河，送到日阳，我有个技能来让日阳。技能啥人呢？就是本来老太太身旁被个丫头叫撑的，擦干丫头晒脱，这个丫头背啊人里做鸡娘。对了，他好得不得了，这样自家得亲头子了。一到子日阳了，那个家父实在好不过。关照我要过次5个顿口脱龙舟，你送我到襄阳，不晓得到5个初四，你个关节法不能追。那么到从都不得酒店不了受郎人，还受郎人到至襄阳，弄我送到神府廊下。一到襄阳，天要没黑，我关这里都非要送，让我一钩子追吧。想不到追至半日天，吃了只。到居松亭上歇息片刻，闻得一人道歉，是你中途遇到被强盗杀死，为娘闻听此言，语气一口奔到死北郊上。死北郊上怎样啊？死北郊上是我啊！后边蔡姑娘做你的老太太，死北郊非要讲噻，死北郊嘛来神仙喽，刚刚哭过了非要哭噻，老太太不要讲了。是啊，还是不要讲了，一定要讲的，你一定要一定要听。想回娘得闻你被强盗杀死，回娘语气一口，到死北郊上，又是死心都惊。哎呦！方清听见这2句说，哪受得了？什么我扑过来，把老娘我叫我的，呀，母亲，你死不得的娘！哎呀，你现在关转过是已经来不及了。七夕为娘尚在人世起来，孩儿不起来，做什么？我要跪在那里说谁呀？那是讲小奴了，后才至于起来。都是母亲，立起来老让虎守定。母亲，可谓于别的恩人非。哎呦，老太太做你的儿子啊！到此襄阳下来，我幸亏个2个恩人啊！不该2个恩人，我得来今朝不为旁队。当家是他真好，儿啊！叔叔恩人到神都，你且听了。是。当家师太好心上。下句为娘心爱淡，他将我对发水银心不烦。当家是他良心真好，拿我举子起来，关照我到了学堂里。将来你儿子来个，我不得不主动的不来，让到母子2家头一路归滚，围住后头太平庄。凡有儿子到不来，你到狗特子，那孤在这泥跑队。你去想，吃家人70方，现在我吃到你都是让别子吃子11方了，孩子。他们儿是不来，娘是死，以前不过有地庄李二金，女头家应个新娘，想当家恩情里不能。几瓶中情绪牛，福到几日悲事啊！生女相为谁当然想他是血腥一片人巨娘，女儿今女头
家人性命养，表记恩情不能放。好是归家，告诉父亲莫比梦。姑父是想要一起精神相，我是的不羁儿郎，不肯离当，来他世上个分开看，女儿今女奴家人性命养，姑父的恩情里不能放。周王本参与中义国，想他是得知这人小子嘛，女儿今女奴家人性命呀，王本的恩情不能放。表记不来与蔡姑娘，想他是么推奴，送我到一当世上，这份我不对娘。女儿今女奴家人性命呀，这许多恩情不能放。可晓得是孩儿一定报恩于他。母子都有只他个一头落，替了听众再会。那个地方里头呢，因为我年纪大在，年近七旬，上知府来闯不动在，所以我才十一头吧。虽是做子三打分证明，两高头排队，虽是分做相位，最辣辣苏州地方，中市里有一定各家米浪向有知不人，这个子人是啥人？就是苏州三子做子三，做子三上哪一张面孔呢？俺哥们冲改，两点大过面嘛，一双大眼睛嘛，刚刚是短起眼，两只耳朵把着头别拍，一张头大嘴，面孔浪向啊，满面拉大胡子，而且脸冰的，所以一般勒胡子总是这个，但是你搿搭因为还有嘛，勒不上去。这个了去做紫色的角色了，半夜头浪向夸他一记的，谁是这个道理？谁是好好？这个角色呢，就是拿起两只眼睛，这两只眼睛要短起眼，但是个短起眼上里，对子啊。不能不动的，对了了不动比死脱个做主噻，这样死脱。那么不晓得不能动的呀，一动就要不动，那么半夜离得里也要动，也要对，这个了不要哦吼。大破天下风灭翅，得来既不费功夫。哎，小王出妻子，不在于小媳妇，想不得谁那高脚米浪下，受狼人之力讲出来，说了让龙殿镇河相府里。我得到这个消息，我倒要去口子分证明，各自里一道去龙殿出下，主动跟我来呀！这么真切，你了让也口分证明，分证明了让个面子起来。
好像老文，老文，拉多罗达，哈老主在哪里？老文啊，啊老主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到此结束。将英雄。哎，伊不对个在啊，该达到要苏州音在，应该是将，哦，也要回转来着是吧？也为谁来这样？英雄雄将，英雄将。